哪有无爽快啊？你今日较注意咧哈？为什么？我今日使做一个态度无好的人。你为什么要做一个态度无好的人？你家己心内敢无数？有啥物数啊？数学无好？你心内有数啊？我拄则迄句是毋是语法有问题？想要骂人，你家己心内知知的啦。想要骂人个爱骂一个毋对去，骂人的输得安尼落去咯。跟你共款啦，一感觉毋落去啦。有影，我落做一项物件的。好，到底白板搭啥物件，就互咱继续听落去。好啊，笑好啊，无等下个扫声。应该袂啦吼。开始。大家好。我会知卖讲，你才跟你凊彩你，笑好啊吼。好，我继续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台语大开的 Podcast 节目。来听我白板，我白板。来这部会透过对话来学甲一寡台语词。是我想的台语词。还讲让观众朋友下杯用台语念出来。我真的真虎行，无要讲。这个月主题啊，听众朋友，你有做 lucky 的无？咱即个甲 NG 直接放你头前，恁免去后壁听。因为 lucky 所以 lucky 就对啊。对，咪啊，你有欢喜无？你的变数直接放你上头前啊，你免走去后壁。你较正经吼，你毋是讲你要改啊？你毋是讲你有写好？对啊，你即摆写好了，甲除了迄个会讲着以外，你搁头前3字甲抬掉安尼吼。对，你我叫是我无抬着字。来小解一寡台语词。嘛是不离啊顺啊吼。好啊，你就莫一直 NG， 我就莫加。我即个是互你拍牌，歹势回一个啊。伫遮爱非常诚心的甲咱的听众朋友回息咧。都两个。一个是雷华歹势。这4月主题我今仔咧经历咱的导购才发现老高去啊，歹势。但是雷华家己嘛有闹高啦，因为伊是咧报出了后，伊才导购的，伊是5月份寄来的。我歹势讲。我替你讲。嘿，啊，过来是另外一位就是空空，顶解回去咧过啊？对。但是即集嘛是去改讲者啦。空空真实咧。所以我总共落2项物件。空空顶礼拜有回你呢。原来伊5月即张批竟然互咱囥去6月份，害伊直耽无。歹势啦，空空，ごめんなさい。空空要客使甲你讲。伊讲当然无要紧啦，回滴吼，我即摆冤家嘛差袂赢迄乌边咯。什么意思？啥？白边甲你配用无去，你要找我冤家？好啊，来啊，来冤啊！伊讲因为伊面册袂中意来破门，爱叫我甲伊教。嘿，所以伊连笑笑讲啊，无要紧啦。伊讲过来是伊的正经话，你认真听吼。好，哇，白白你哪会遮听哇？啊，无我家己做一集好啊。好啊。安尼等你哦，空空。伊个下员工即段爱叫我讲哦，你要甲我冤家，佮叫我念，你真好意思呢吼，真敢讲咧。安尼有 lucky 无啦？你想要下什么冤拢互你得着啊？好啦，你落去一项着，拢互你念。袂当啦，袂当。希望其中一项你替我扣一下。啥哪互你遮 lucky？因为我已经 lucky 啊，所以需要一点仔 lucky。哦，好，安尼先念雷华好啊。好来，雷华，咱才有时间来。亲爱的黑边甲白边您好，这是我第2届用台文写批啊。有第1届的经验，我相信我会愈来愈进步。师个顶届讲到绕开求进步，我感觉我就是安尼，因为我伫第1张批的时阵，我应该爱写师个，毋是师啊，写毋着词，意思就差真济啊。另外，我伫网络拍今嘛这2字，今嘛的字拢拍做今仔日的今。我感觉学一种语言是一件无简单的代志。希望我伫这张批是 perfect 的，无毋对的字啊，可能有困难啦。但是我一定要试看卖。我伫4月的时阵报名客语的考试，咱的村真重视客语的进行，所以有的所在的牌仔有客语的罗马字拼音。希望咱村的村民会当继续讲客家话。咱遮有一间学校的升旗典礼嘛是用客话，真趣味嘛真有意义。希望北公土地公的意思会当保庇咱的村，嘛会当互我的考试顺利。即届我的发票有着2张500块，所以我买2罐豆油、6罐红豆仔汤，加一寡歪歪，互大家食。便咧讲过4月的主题是四修啊，安尼我就讲我细汉时阵的回忆。伫我细汉的时阵，我的阿公常常去海外旅行，伊常常去香港甲日本。
有一摆去香港买一大包巧克力豆，是内底有包烧酒的。迄时阵的我毋知影囡仔人是袂当啉烧酒的，就算是有甜甜的糖仔嘛袂使。安尼我就算是伫我细汉的时阵啉烧酒过啊。所以我爱甲所有的囡仔兄，也个囡仔姐讲，你花阿叔安尼是歹带头，莫模仿哦。也毋过迄款糖仔的滋味，我永远会记伫我的心内底。我写即张批的时阵 ，Podcast 已经开始啊，真正有够歹势。因为我去田地甲土仔阿爸，也个有土仔阿母种香蕉啊。到即马食车批，土仔阿爸是我的阿爸，土仔阿母是我的阿母。我逐工爱伫网络直播，我使用土仔的模样甲大家见面，也个有练习讲英语，甲美国人英仔话。安尼都无较侪时间甲家己大的好朋友分享趣味的代志啊。我犹原会尽量找一个适合的时间练习台语甲客语，因为师爷讲过爱较接练习，就算是英语嘛同款，安尼才有可能进步。大家讲对毋对？台语台的小友真正互我感觉最有人情味的，这就是我愿意伫即个互人欢喜的所在，甲大家话声，祝健康甲快乐，也够有欢喜。我是瑞华，多谢，多谢。你是爱替我拍婆仔节？你讲啥？你是毋是爱替我拍婆仔节？有啊，我有拍婆啊。听我袂用去听 NG 啊！我本来想讲开头安尼，咱就是差不多安尼尔，无啦。哪有遐济啦？你高兴去听啊？啊，就迄几句较歹，我全部拢要甲加落啊！较歹过尔。我全部拢要甲加落啊！哦，换你。啊，袂啦！咱虽然讲即张批毋是 perfect， 咱嘛是爱甲伊纠正。吕华师来甲你讲啊，竟然有食你的礼物，阮就是爱进一点啊，做先生的义务。无啦，讲笑的，咱是互相讨论啦。嘿啦，主要其实是一个大问题，即个解决了，其他拢是细项的小小的问题。对，主要是咱即个咱啊，还有阮要安怎分。对，吕华你讲，因为一般打开始学的人拢会拄到即个问题。嘿啦，若是用咱即个物件，譬如讲咱整理。咱整理是用咱的，包括我讲的人，啊，还有听迄个人，因全部拢是共一装的，安尼才会用咱。对，其实足简单的要分，你就是分做讲，你听迄个人，甲你讲，就是要甲牵做伙。嘿，迄个时阵就是用咱。对，譬如讲来，咱来甲恁讲，酒店帮就是阮阿爸，阮阿爸就是我甲白边，阮两个阿爸。对，啊，若是咱的回答爸爸。有听到，还是咱的有无？咱的回答爸爸就是包括听友恁的有无？就是咱的爸爸。安尼你分得清楚无？阮爸爸，咱爸爸，这是拄找面顶来的，你知无？啊是哦。对，因为迄间有人讲啊，做希望咱会当找 Jensen 来咱台语台。我本要甲伊讲，我嘛做希望咱爸爸来的。啊，咱听伊做要求的伫下骹写讲，9点帮老师表示。真错啊！空空有去甲呛的，是哦，空空甲呛讲，拜托啊，顶解迄代志隔的都无听啊，听啥？听咱啊，听咱甲中原老师冤家的时阵啊，啊，切心啦，切心，袂歹呢，看阮听有伫下骹呢，真好看，好看，好啦，讲生笑的，但是你伫吹面顶讲的话拢实在是太趣味了。我看我足欢喜的，对啊，多谢大家哦，多谢。安尼瑞华，你有了解无？阮甲咱家己会晓分啊袂？连甲你车尾来就对啊，都 perfect。就是啊，无你很 perfect， 真好听，多谢。佮烧声，你著一工甲烧声尔，你的声音一工甲落去啦。对啊，好，再来是空空你好，空空讲，后边白边刷电的朋友您好，台南的空空过来啊。今仔日我想要来分享一件我细汉的时阵，互人误会的代志。伫我国校的时阵，逐工拢爱扫涂骹。5年啊，我和另外一个同学是负责阮学校1楼图书馆到2楼音乐教室的楼梯。逐工透早，阮就斗阵来图书馆，我摕扫帚、畚斗开始扫涂骹。当我甲涂骹扫了，我的同学就会赶水桶摕布捋啊，甲涂骹捋好清气。阮的工课安尼就做了啊。过一礼拜，阮两个人的工课就会交换。变做伊扫涂骹，我捋涂骹。有一天我到学校啊，甲素常共款，扫帚畚斗穿好啊，准备要来扫涂骹。等我涂骹扫了啊，咦，另外一个同学也未来呢。不管啊，紧来去甲水桶啊，佮有布捋啊摕来，才落去捋涂骹。过去无迄种要捋涂骹，拢爱先赶一个水桶去图书馆外口迄个水道头前，再佮甲水桶赶到2楼音乐教室头前。甲布捋啊，放入去水桶内底洗洗咧，用手顺互它，一眼一眼撸到楼骹。
伫我咧录涂骹的时阵，音乐班的学生一个一个行过来去音乐教室，准备要练团啊。现主时，我的涂骹还未录了，学生啊行过去，下底涂刷甲淡淡的楼梯糊甲红记记。我看到红红的涂骹，心内想讲：哎呀啦，若规个楼梯拢是红砖的涂，等下老师来检查要安怎？紧过来录一摆。所落来就是我录一摆，学生囡仔搁打过，我搁录，学生囡仔搁打过，真正是无限循环的噩梦。无偌久，第二楼等待要练团的学生囡仔嘛看到我，就开始笑。我录一摆，学生囡仔打过，因就大声笑。我搁录一摆，学生囡仔搁打过，因就搁大声笑。唉，我嘛毋知搁要录几摆才会录清气。雄雄，我听到音乐教室内底面的老师大声喊讲：“叫扫涂骹迄个人甲我起来！”我就甲保鲁仔囥伫边仔，行去2楼找音乐教室的老师。老师气噗噗的对我大声喊讲：“啊，你是算够开啊未？涂骹无要认真扫，踮遐算啥物？手伸出来！”老师为扫帚内底抽一支滴仔出来，对我的手心一直捽一直捽。无偌久，我的2只手就整起来啊！老师讲我讲甲阿妈滚白青筋，我互老师整甲目屎直直流。全部音乐班的学生看到老师咧甲我讲，拢惊到。规个教室点吱吱，一支针落落去的声拢听会到。毋知影过偌久，老师甲手里的滴仔放落来，叫我去甲保鲁仔收收咧。有一个4年的学生囡仔用做毋甘的表情甲我看，用喙形甲我讲：“你互人误会啊，去甲老师说明。”毋过看到老师咧生气的模样，阮哪会敢去找老师说分明咧？国校毕业去读高中的时阵，我有写一张批登去国校啊，互即个音乐老师。我知影即个老师已经调去别间学校啊，伊敢有收到我的批，我嘛毋知影。即个故事落尾就一直藏伫我的心内，溜溜啊溜溜啊，就放袂记哩。敢是真正放袂记哩，还是生活内底有足侪爱无用爱操烦的代志，无需要甲即个过去的心情一直提出来想咧。其实吼，我最想要当面去找即个老师，想要甲伊讲，虽然过去我互你误会啊，毋过我无怨叹。我早就把这件代志放下，我相信伫我的生命内底发生的一切代志，早就化作成长的养分。我要伫这甲你讲，老师，我毋是来这讨笑的，我已经原谅你啊。老师，我早就放你煞，嘛互我家己的生命离开苦毒，得到自由。5月份的主题误会，除了我写批投稿，其实还有一段短短的文章，毋过实在伤短啊。啥物是误会？误会就是甲公司台语台开的 Podcast 听做公司台语台快乐的 Podcast。啥物是误会？误会就是甲乌边讲的网架听做是地名网架，佮甲当做是电影网架。佮咧想乌边到底啥物时阵替网架来配音咧？多谢大家，我是空空。空空，我要互你用甲空气啊！我讲哦，是安怎我会安尼讲咧？嘿，为虾米咧？因为空空是用语音拍字的。哦，所以咱伫讲教甲教的时阵，嘿，可能无一定会遐清楚。哦，啊，迄教育部迄个输入法啊，嘿，伊就会甲伊拍入去。哦，空空啊，你教，你虽然讲用迄个输入法拍了了，你家己嘛是爱去检查一摆。嘿，尤其是即个教甲教，那要安怎分咧？来客气，我甲你教。那叫咱做到尾咧教。无一个是加，一个是加。对，有的人伫念的时阵会连做伙啊，就较听袂出来。嘿，空空啊，你讲哦，我甲你，若是2个人以上，咱用英语来分就真简单。若是 together， 咱做伙做一件代志，就是迄个一个人字边的迄个加。对，啊，若是我甲你讲哦 ，I to you， 哇，是用 to 的即种物件，是我即项去互你的，还是讲迄个人来甲我讲的，这就是加公共的迄个共啦。对，安尼有较清楚无？有非常的清楚。我竟然分袂清楚呢！我之前去考试的时阵拢学袂写。啊，有一个字，嘿，算甲足欢喜的，嘛是加。哦，对，算甲最欢喜的啊，迄个就是教伊迄算是边顶的，程度咧用的。对，嗯，有安怎迄个程度。嘿，哦，你水教就是迄个教。我变大我啊烧虾加。，OK， 即个我接受。安尼空空你有了解无？啊，就是其他的问题，我拢会伫咧你知啦吼。想要出来玩家，你就讲啊。到底。好啦，讲笑的啦，嘛是要来安慰一下空空啊。对啊，可怜的囡仔。小空空，我甲你讲，你伤掉滴啦啦。
无毋对。迄若阮同学无来，我就做一半尔。嘿啊，我著涂骹扫扫，等伊来撸涂骹。这毋是咱就是逃避责任，嘛是安怎？主要是咱会开力，就是干那遐济尔。对啊，而且扫涂骹的时间是有限。伊著分配2个人啊。对对对，你哪知我要讲啥？我嘛是安尼想。哎呀，心内有感应啊！对，你讲的真对，而且咱就是爱鼓励咱的囡仔，甲大家讲，你若是有困难，你爱去找老师。啊，对啦，对，你今日同学无来对无？你可能涂骹先扫扫的，你就是先等的，紧去找老师，甲老师讲，要安怎？迄个人无来，嘿啊，是毋是咱要安怎处理？请老师协助啊。还是讲一开始你还未做进前，就先去找老师。对，但是有阵时囡仔人会较着急。所以，若是有爸爸妈妈，你就是爱鼓励你的囡仔讲，若想要得到帮助，你就是爱知影开喙。无毋对。你有感觉即句话听起来，哪像伫倒位听过？我最近才看，你最近才看，像，你讲啊，拉瓦金，拉瓦金，讲甲你敢人都熟安尼啊，瓦金，伊甲 Rain 都熟诶，听到没有？对，听到没有？敢知你讲啥？阮你讲最近一个真情诶韩国剧。对，甲教育相关的。对，但是迄囡仔人若是伤细汉的，先莫看，爸爸妈妈你先看，啊，等下囡仔较大汉才互因看。但是我讲即句话真正讲啊，做有道理的。嘿啊，你若想要得到人的帮助，你就是爱先开喙啊。你若无开喙，别人哪会知影你需要啥物？嘿啊，就甲问路共款啊。对，就像你甲白边讲的，你无我去讲啊，你讲出来啊，随讲。你想，你咧想，你嘛爱甲我讲，你咧想啊，无我哪知影你是咧想啥？嘿，我即嘛咧想。哦，谢谢哦。有啦，阮两个已经超切好啊。嘿，阮即马有达成一个就是恐怖的兵型，魔鬼伫面顶行呢，随时会放弃。啥物啊？好啦，重点就是安尼。若是空空啊，就讲心内有针不要紧，该拔掉就好啊。已经放下。对，你若拔掉啊，虽然讲遐有一个空，但是迄个空会变做你的养分。对，你家己都已经有下一个结论啦吼，阮就无去替你去讲了。对，好，安尼说来，咱会当先休困一下。小困一下。你若无问我是安怎？因为语音。哎哟，好，安尼来听后一个批。毋是呢，我叫是伊全部拢基因呢，叫我讲伊头前有一段呢，希望有你那安尼变段哈，希望有你是咧，变段个写落去，还是讲拍甲一半想着讲啊，用讲啊，后边叫爱用基因嘛，可能2种拢有。好，来你先甲念者。好，头前故事是讲，有一届我咧骑车，头前阿婆伫青红灯变青了后开始骑车，煞为伊的骹踏板落一个环保袋啊伫车路顶。我惊后壁车去搞着，随甲伊捡起来，而且赶紧去约阿婆。阿婆骑小紧的，无约着啦。拄好边仔有警察局，我就甲迄个袋仔摕去互警察。哦，刺激呢。To be continue。所以咱就听死网友讲哦。请哦。刷落来故事呢，我要用讲的，就是去警察局了后呢，我想讲，迄个袋仔敢内底是钱还是人头，我就惊的嘛。嘛因为是别人的物件，我就无想要家己黑白饼，我就讲，迄个情景互警察听。伫咧警察面头前呢，警察就拍开袋仔是2粒已经淡薄仔烂去的高丽菜，应该是阿婆黑白蛋粉素，我叫是讲阿婆的物件落去啊，唉。真正是有够见笑的。警察大人嘛足好笑的，因甲我讲我足有爱心的，所以问我讲敢爱摕迄个拾金不昧的奖。我讲免啊，真正是免啊。结果过了3个月，警察敲来阮兜讲，歹势，迄2粒高丽菜吼，无人来领，嘛烂去啊。想讲阮等着，但是讲问一解吼，恁敢要摕迄个拾金不昧的奖状？顶悬会写捡着2粒高丽菜，我真正是感谢免啦，真正免啦。以上是我的故事，感谢高边甲白边，爱你哦。哎哟，至少敢会使接受咱叫阿姨。拢知啦。对啊，警察就想要互你迄个奖状的，你甲收落来啊。但是顶头是写2粒高丽菜呢。无甲要写讲2粒加做是人头的高丽菜，你会较欢喜是无？无爱。听起来就做恐怖的，嘿啊，袂歹啊，听起有一种到底是捡着啥？但是希望有你后盖投稿爱记是用音档啊。听我朋友，你若是有想要投稿，还是有一寡啥物短短的话要甲阮讲，你伫咧 IG， 你迄信息是用基因袂要紧，但是你若是要投稿，你是袂使用的哦。
你知影我即个录音要甲迄个物件录落来，你问白边，我拄则听，叮，这是音效的呢。你知影你录音无录影，迄个过程当中会发生这件代志。哦，有哦有哦，对，有人手机会向敲电话来啊，有人会传信息来啊，啊，还有迄小编的通知啊，有诶无诶有。对啦，大概放喺迄线顶就好啊。对，阮有一个投稿的专区吼，拜托对啊吼，好啦，哈，来听后一位，后一位。后一位是咱的建中，建中啊，你做久无来的呢？有啦，伊最近可能有反省过，伊是担当诶，担当诶，就久无来啊。对，来，请。过来是无听节目好料包的身份建中啊！听众朋友白边黑边大家好，我是建中。那讲到 lucky， 就要讲到阮女朋友何梅，有一个外号叫做 dropper， 因为伊足够捞物件的，毋是甲物件拍毋见迄种，是啥物物件伫伊的手头拢百米的落去涂骹。拄啊好，阮拄则咧煮仙草，伊就甲汤啊压伫涂骹，要甲水干啊撒去冰箱冰的时阵嘛，正常发挥。锵一声，大声，甲水干仔落伫涂骹，加在又甲锁互按，才袂规涂骹拢澹糊糊。嘛，因为安尼，伊的手机拢有挂锁啊，直接歹咧。安尼手机灰咧，若摕无好势，落落去嘛袂要紧。毋过嘛，因为安尼，伊摕我的手机的时阵，就捌无设置直接放手，加在也袂造成大伤害。即个外号连阮迄阵的大学老师拢知影，同人知。讲较济何梅的英仔话，应该爱来平衡一下。拄着何梅，一定是我人生当中上好运、上 lucky 的代志。感谢伊11冬以来的陪伴，伊互我搁较有动力去过日。若搁再讲落去，有声音的批信就强要变做有闪光的批信啊！若是兴趣味的朋友，则家己去我的 IG 现就好。阮捌做足侪 QA 通看的，是华语的哦，我是建中，多谢。哇！哦，嫌青眉去的呢？已经青眉啊！伊是毋是知影咱后个月头个主题？奇怪呢，原本想讲即个生鲜的粉，伊要来就是洗者哦，要甲迄个鲜洗互掉。是，结果毋是呢，伊是来甲咱攻击的。伊等一个闪光弹即边。有影呢吼，建中啊，建中啊！你安尼，我甲后面共款呢，安那，我嘛是开你木桂花手。对，是即个意思就对啊。华语的开木桂花手就是讲，哦，你的手哦，油啊，摕啥物件拢会流落去啊。原来是安尼哦。对啊，我就是安尼呢，我一感觉摔手机啊呢。无我手机爱排咧身躯顶。对，后来我排咧了，就是解决这个问题。嘿，真赞。但是我甲你讲，我搁拄着一个新的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因为我拢排咧嘛，所以我就是像建中讲的，就直接甲手机放落来。对。结果你放落来时阵呢，伊定定去弄着，去哭着。我咧讲，我的镜头已经破去。夭寿哦！而且我戴迄镜头的保护的，是我咧讲无效，毋是一个月等换一张。因为一个刚叫我摔破，我嘛毋知是安怎呢？你敢袂当较优秀一点？无法度啊！我若是有法度，我干安尼。你著两边我拄了甲迄手机摔破，佮有甲我甲你的骹摔互断。安尼我感觉都优秀。你规身躯敢有啥物无摔着的？我感觉脑是无，但是你讲有。毋要摔着最严重啊！毋好摔，毋好摔。两边你有听到？平常时就是你甲我霸凌啦。安尼你有听出来无？讲啥物我对伊做歹的，结果是伊咧甲我欺负，你知无？你敢知影建中是安怎会倒来听节目？我毋知，伊毋是家己主动要听的呢，毋是真正有人去改导呢。啊，真的。是啥？我要甲多说多谢。我原本叫是无迄个人，我毋知迄个人会使讲无啊。嘿，迄个去甲建中导的迄个人，我若是会使甲你的名念出来，你才甲我讲。无你叫建中甲我讲嘛会使。反正毋若一位哦，一位尔啦，建中讲敢一位尔。伊讲迄个人，伊甲伊足久无联络诶。迄个人向传信息互伊讲，建中诚久无看咧。伊讲嘿啊，诚久无看。伊就甲伊讲，我甲你讲啊，最近你听公司家己来 podcast， 有听到你的转访。伊讲哦，遐趣味哦。伊讲啊，我白白你甲你叫我。伊讲要学台语听咱的节目，结果听感觉讲，哪像不离啊趣味的安尼继续听落去。对，多谢啦，哎呀，多谢你的支持，佮去甲建中斗。感谢感谢。即阵佮要讲着空空啊，空空的戏足济呢。空空讲，我其实嘛有想要去甲建中斗呢，但是因为我甲建中无熟悉，那想讲安尼，要去甲伊传信息咁好，还是创怎？空空你受罪啊！对，你就传去啊，你甲传过啊，结果就是伊无回安尼尔。我你讲建中人做好诶，建中 GPT 就是安怎你知道？情绪稳定，问啥回啥。对啦，你若甲伊讲，伊就甲你回。嘿，建中你死啊！你后盖，你互念一盖公的随团哦你。
阮已经传好啊，阮传一个机器人空空啊，时间到了去甲伊叫者，时间到了去甲伊叫者。好啦，安尼即个任务就交互空空啊，对，空空到你啊吼，随时去甲建中讲者吼。咱嘛无一直甲伊叫啦，其实。咱若是有问题，就会建中啊。对对对，空空你就安尼。结果空空后尾伊会变做伊会 AI 化，伊会整理。建中话你讲哦，我白免今日问这问这，是伫咧几点？空空讲我敢有要做遐济哈，你莫一直搞啊，按工课好无？嘿，毋通增加伤济工课互伊。好啦，讲笑的啦，白付啊，对啊，我嘛感觉袂咱这批小济呢，咱这印出来6张，咱怎这念1张呢？是因为你的投稿伤济啊啦，啥物我的投稿，你的投稿啊，你lucky，我 lucky 啊，歹势，真正是我的幸哦。对啊，好啦，伫咧检讨，咱即摆时间无够啊，我变来倒啦。你要斗啥？我要来讲一个我 lucky 啊，我敢有讲过我下 lucky 的代志，有哦，新下啊 lucky，哦我被妈妈毋通知呢。我被妈妈知好无？我叫拍架我就讲，我讲一个 T 背好啊，伊嘛最生气的。T 尾，对，你人生当中一定无法度想着讲 T 背啊，的。搁较贵的 T 尾。对，我甲恁讲，迄当阵我是国校啊，要读高中的时阵，阮兜囡仔国都济。校要读国中。对，哦，啊，迄较远，因为国校是用行的嘛，啊，对高中较远一点嘛，所以就一人买一台 T 背，因为阮两个这拢爱徛嘛，所以对所以就买一台互我。我迄当阵去延安好，哦哟，我买一台银色的 T 背，哎哟，我甲伊号名做银色闪电。你是国中2年呀？对啊，我读高中的时阵买啊，啊，我迄当阵变速的呢，我一直徛，佮问我要用载无？对，我佮有倒迄个，会使载人的迄飞机跑无？哦，对，有一工我要去台中，啊，我想讲后要坐火车，我以前拢是等伫路边锁起来尔，我想讲袂使，我金色闪电遐水着，对，我就去驾车，对，开档本呢，囡仔人你去驾车爱开钱，这对囡仔来讲。心足疼，你知影？我想讲去驾车，啊，驾车互你一个单啊，我伊顶一张伫迄 T 背面顶，啊，伊一张互我，啊，我就去台中佚佗啊，单啊 lucky 无，伊一个拢无代志，无代志，我足欢喜倒来了，我就想讲啊，银色闪电，你毋知你有想我无？我要倒来找你啊！叫我甲迄个单摕哦，驾车的人了，伊讲你等下我去看，无，找无。叫伊牵一台，毋知啥物件出来，牵一台乌老的 T 背。我讲这毋是我的 T 背呢，我 T 背是一台足水的银色的闪电。叫真找无呢，我 T 背无去啊。啊，去吊监视器哦。那像是我迄张的牌啊，去用吊包。啊，迄个人看我 T 背足新的，甲我 T 背牵走。那遐歹心啦。对，结果迄驾车的所在就陪我一台 T 背啊。我就甲我袂记阮老母有来无？我爸妈妈你有去吧？回伫尾来去啊！回伫尾来就是去证明讲我迄台 T 背买偌济钱，伊赔我偌济钱。我记你输当时是3000几箍。你嘛算有良心啦。对，结果阮老母就想讲，这买互你无偌久尔，一礼拜差不多一礼拜，甲会共款。伊就买第二台，你知影？伊就买新的，伊就迄隔壁有诶是回伫毋知是啥，因兜有一台 T 背要无咧徛，伊就互我徛诶。对，啊，阮嘛是有付伊钱哦，咱像有2000，是一台 Tiffany 色水的迄个 T 背。二手诶嘛2000，伊变速啊，其实嘛新鲜呐。哦，只是无要徛呢。对。啊，我当时想讲好啊，我就徛。啊，有一天困起来，迄台车就无去啊。为虾米？伫阮兜门骹口无去。我嘛毋知是安怎，啊就落去啊！我老母真是气死呢。偷走就对啊。对啊，第二台佫无去啊，你知影？啊，恁兜3姊妹安尼，敢若你也无去。对啊。毋知是安怎咧，摆伫外口，阮佫用布甲扛起来。你是毋是歹代志做伤济？冤收人收济。结果阮老母真正袂爽啊！伊第3台伊就无爱买啊，无爱买嘛，咱去读册。隔壁有一个人，阮隔壁迄个，阮的邻长因兜有一个。伊有一台红色的，无变速的，伊就讲好啦，看起来嘛水的，无你徛迄台，徛艰苦要死呢。因为阮兜遐有路架，你知影？啊，我要徛起说，就喘到要死呢，忝的呢。对啊，我安尼买3台 T 背，厉害无？第3台敢有用买？有1000箍，我会记，永远拢会记。我甲伊讲，遐烂着，啊无变速无创啊，但是因为迄个是厝边，你知影？啊，迄个人做大声扫的，啊，阮就已经讲要共买 T 背啊，佫袂互伊钱。安尼嘛讲袂得过，阮阿嬷讲无要紧啊，钱死人无代啦。阿嬷钱死去啊，我的心嘛死去啊。对，虽然讲徛一台红色的，因为算起来嘛袂当讲是你的毋对啊。对啊，迄毋是我去甲伊等无去的呢。嘿啊，你若讲今日我出去无说无衰尔，水干哪来啊？
我应该讲是做好运的啊。对，结果你讲哦，有一工哦，我徛迄台我红色迄台啊，伫路边徛，嘿我看到一阵伊工哦，一群人徛过，我看到我你的车 Tiffany 呢，对，我看到我 Tiffany 安尼过去的，你知影想到我真出来啊？因为我迄当阵就是伫咧 Tiffany 迄个那面顶啊，嘿有倒迄金金迄哦，哦，暗时来发光的迄珠啊，哦，我知那时有我知，大做者大纸的。嘿，我一看就知影迄我的车，我看迄个伊工嘛，甲伊保养甲足好诶，伊嘛骑甲足欢喜的。我等你，Tiffany，我来甲伊讲再会，你知影？我等于甲阮老母讲诶，阮老母讲，因为迄阵仔就是有一寡配搭啊，就是有一寡有普龙讲诶啊，因就是平大行路就去共顺手共牵人诶铁马徛。哦，迄无锁的，看对，那个伊就徛咧，徛到一个所在等路边，对，伊工看着感觉新鲜，水水啊，伊就甲伊捡转去。哦，因为真正哪像有一个人，伊诶铁马无去，还是创啥叫报警察。对，啊，警察看监视器了后去找，我发现讲有一个人徛喺一个所在等落了，啊，伊工去甲伊捡走，哦，啊，变成两个拢有责任。对，但是尾仔伊工甲迄台铁马向伊就准拄煞。嗯，我是人做好心诶，我惊迄个伊工无迄台铁马了，伊无落去做工课。为着我已经有一台做歹红色诶铁马，就准拄煞啊，无迄台红色诶灯啊，袂使现互迄个厝边啊。哦，伊买落来啊，我嘛是一个做大心诶人吼。是，你做勉强诶，你诶表情做勉强。我六期诶故事就分享到遮，今日爸爸有投稿，我嘛有投稿。哦，我真是会起笑呢。安那啦，无啦，我感觉咱是做六期诶人啊。咱会配即摆已经会使逼，会当分2集，可能毋拿2集无，我希望2集就好。若个要安尼一直欠落去哦，阮可能有一个月停机投稿。哇，想袂到咱要做即种代志啊，停机投稿，因为配伤济啊。希望讲咱无即工会出现啊。嘛是当体验看觅啦，但是即马就是希望大家拢寄语音来。对，我才要讲这，我希望全部这批拢变做语音，咱会当规集拢莫讲话。啊无，咱甲迄大家投个等未来，咱家己诶 AI 语音。伊安尼念出来就奇怪，爱确定呢。无试看觅，连讲试一看觅啦。会当。红金用你的敢会使？但是红金是华语还是替伊翻译？哦，安尼买，安尼叫红金咩？红金条是要用台文下来啦。讲偌久啊？嘿，你毋是去学白话字？好啊，咱就下伫遮。红金条是要用台文下来啊。好，差不多会当收尾啊。好，那呢，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收听，下礼拜请继续收听。有啥物配饰，做回来听黑白边，多谢大家努力。袂当个烧声。我等下要再加一个。另外，我伫网络拍字，即马啥？塞落啊！即马的节，我拢拍做今仔日的节，今仔日紧啥？哦，无写起来，我真正会袂记。我感觉学一种语言是一件无简单的代志。创啥？你连这个有啥有问题？我感觉学一种语，学一种英语。莫做好歌好不好？袂使。对话无讲伊要听 NG 呢。歹势，我严肃。希望我伫即迄时阵我毋知，迄时阵你真正是嘴怪怪。然后迄时阵啊，迄时，Jason，你啊，你这样老爸的名换掉去。感谢伊11档的陪伴。你是毋是要批评？无，你是毋是要批评？我毋敢。